各位莲友们啊，大家早上好。似乎每一次看到亚历山大他所留下的遗愿呢，我都有很深的感触。这个公案可能你听了好几遍了，但是我要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，提醒大家，这么好的内容啊，如果我们没有珍惜它，虽然你懂，但是你没有去用。你懂不见得你就会，你要听懂，但是要身体力行，要好好的把这个道理用在你的生活上，那对你来讲是真正的懂，真正的明白。所以我每一次看到这个内容，我都一再的提醒，也希望呼吁我们有缘的莲友们应该要谨记在心。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一位伟大的国王，但在他征服了许多土地、胜利返乡的途中，他病倒了，而且明白死神很快会降临，他已经无法回到国内了。这时候，曾经占领的土地、强大壮盛的军队、无可匹敌的宝剑，以及成堆的金银财宝，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意义了。他撑着一口气啊，对将士们说：“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，死前我有3个遗愿，你们必须完全按照我的说法去执行。”将士们含着泪答应了。他说：“第一个遗愿是我的棺材必须要由我的医师独自运回去。”亚历山大喘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第2个遗愿，当我的棺材运向坟墓的时候，通往墓园的道路两旁必须要撒满一切的金子、银子跟宝石。”亚历山大喘着气休息了片刻，接着说：“我最后一个遗愿是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的外面。”围绕在座旁的将士们对这3个遗愿都很好奇，但没有人敢问为什么。亚历山大最信赖的将军呢，在这个时候把亚历山大的手放在他的嘴唇吻一下，他就说：“陛下呀，我们一定会按你的吩咐去做，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”亚历山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，就说道：“我想要世间人明白我所学到的3个教训。第一，我让医师陪着我的棺木返乡，是要人们意识到医生不可能真正的治疗人们的任何疾病，面对死亡，他们也一样无能为力啊。所以人们必须要自己懂得珍爱生命。第二，我希望世人不要像我一样，把一生的青春浪费在追求金钱、发动战争、追求财富、追求权位上面。因为当生命消逝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将化为尘土啊。第三，我希望人们明白，我是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，也是空着手离开这个世界。说完，亚历山大闭上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人之相识，其言也善。亚历山大大帝如能早接触到佛法，就不需要造下杀戮数百万人的罪业之后，才由此觉醒了。悔之晚矣呀！我们每一个将领啊，每一位国家的领导人，听到这个公案，应该有所警惕呀。当今世界掌握国家大权的领袖们，怎么不能引以为戒呢？不能造杀业啊！如果一旦战争爆发，任何一个死掉的人民百姓，你都必须要偿还他的生命，生生世世。你杀了多少人，你就还多少次这种债务，可怕到极点了。他的下场是可怜到极点了。所以我们无论如何，再怎么样忍气吞声，再怎么样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绝对不任意的发动战争。这是我们必须要一再借这个因缘来呼吁所有全世界的领袖们，应该要清楚，因果报应是永远不会消失的，善跟恶也不会消灭的。你种的恶因恶报一定会回到你身上来。
佛告诉我们，人的肉体有一天一定会离开的，但是你的神识永远不生不灭，不增加也不减少。你有犯了天条大罪啊，但是只要你肯念佛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愿大力，透过他所成就的名号，要让你依靠。不管你是将官，你是领导者，或者是你是有权有势的人，你做错了赶紧念佛，不要再给别人冲突，不要再找别人麻烦，也不要有报复复仇的心态，这样人世间将非常和谐，人与人之间会和平相处，和乐而不为，人间净土就自然的涌现。我相信这个是所有龙天护法欢喜，诸佛菩萨都会来赞叹的一件事情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